願因為平安從我們嘅父上帝並主耶穌基督歸於俾大家。咁我選咗呢一個耶穌升天圖，因為剛剛嘅星期四咧係基督教傳統嘅節日，基督升天日。下個主日係五旬節，聖靈降臨節。而今日呢個主日正正就係復活節節期嘅最後主日。今日嘅經文係喺約翰福音嘅17章，一段我哋較少會留意嘅經文，因為裏邊有好多重重複複嘅說話。我今日用幾個重點咧，同大家去了解呢一個耶穌嘅臨別祈禱。第一點，什麼是永生？我哋睇一個嘅17章嘅第2節下同埋第3節。叫他將永生賜給你所賜給他的人，認識你獨一嘅真神，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喺呢度我哋見到耶穌嘅權柄啊，係耶穌賜永生，將永生賜俾天父所呼召嘅人啊。喺呢度所講天父所賜給耶穌嘅人，就係講12門徒。同埋跟隨主嘅婦女們，咁永生嘅內容是什麼呢？我哋有時好少去問以為永生就係永遠嘅生命，或者我哋認信嘅時候講來世嘅永生。但係永生嘅定義係啲咩呢？嗱，喺呢度，約翰福音將永生作為一個定義。將信與不信人嘅生命咧，作為一個分水嶺。留意第三節，第三節咧，認識呢個詞語咧出現咗2次。每逢經文咧有重複嘅字眼咧，就係一啲重點。認識喺英文嘅翻譯咧叫做 know，原文亦都有了解同埋認識嘅意思。如此。永生嘅意思就係要了解、認識獨一嘅真神，並且知道天父差派耶穌嚟到世界之中。呢個係約翰福音嘅神學觀你叫做約翰福音裏邊定義嘅永生嘅神學觀。認識神係作為一個嘅分水嶺喺耶穌未嚟到世界之先，我哋唔認識神，亦都唔認識主耶穌。當時候嘅生命，如果我哋普通嚟講，就係幾十年，轉眼成空人嘅生命好快就過去呢個係我哋以往認識嘅人生。但係永生就係認識呢個道成肉身嘅主耶穌喺世上嘅神蹟，並且榮耀咗天父。從此我哋就藉住了解認識耶穌而認識天父，呢個生命就不再一樣。基督徒嘅人生價值從轉眼成空變為耶穌所賜下嘅永生，呢一切都係耶穌所主導所賜予。如此，我哋要問問自己，我哋係咪認識主耶穌呢？又係咪認識天上嘅父？抑或返咗幾十年教會，仍然係人云亦云呢？第二個重點喺第6、第7、第9節呢度講，你從世上賜給我嘅人，我已經將你嘅名顯明於他們，他們又本是你的，你又將他們賜給我，他們又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們知道，凡你賜給我嘅，都係從你那裏來。我為他們祈求，不為世人祈求，卻為你所賜給我嘅人祈求，因為他們本是你的。讀完一段之後咧，好多重複嘅說話你啊，我啊，他們啊。但係咧，呢度講嘅你係天父，我係耶穌嘅自稱。他們就係門徒同埋跟隨主嘅婦女。咁呢個點解耶穌講話他們本是你的呢？
即係話呢啲門徒同埋呢啲婦女原本係天父嘅。點解我哋會成為天父嘅人呢？我哋需要翻返去葡萄樹嘅比喻。葡萄樹比喻講天父係栽種嘅人。耶穌係葡萄樹，我們是枝子。所以如果咁樣講，天父係栽種嗰個人裏邊葡萄園裏邊嘅嘢，所有都係屬於天父。所以我哋都係屬於天父，而我哋同耶穌係有聯繫。正如當時嘅12門徒與婦女們就係天父所賜俾主耶穌嘅人。從一個較為宏觀嘅神學論咧，我哋可以睇到萬物都是神所造。我哋所讀嘅尼西亞信經亦都認信天父係創造一切有形和無形萬物嘅主。故此，耶穌為門徒嘅禱告係成立嘅。我哋亦都係被造嘅萬物當中，所以我哋係屬於天父。耶穌嚟係呼召我哋去遵行主嘅道。呢一度我又想同大家講講第9節。第9節咧，我哋喺解聖經嘅時候咧，有少少困難。呢度講話主唔為他們祈求，但又不為世人祈求，卻為你賜給我嘅人去祈求。如果按照字面去讀咧，點解耶穌唔為啲世人祈求咧？咁啊好怪啦！因為呢度係中文翻譯出現咗個問題，我就去睇英文聖經同埋其他譯本，發現呢度嘅世人呢一個翻譯咧，英文係翻譯為 the world，有另外中文嘅譯本咧，譯為世界。如果咁講咧，第9節應該係譯做世界係正確嘅。如果譯做世界就係我為他們祈求，不為個世界去祈求，卻為你賜給我嘅人祈求。咁如果再讀落去咧，就係如果11節咧，去到最尾就係從今以後我就不在世界，但係他們仍在世界上。喺約翰福音嘅神學觀裏邊咧，世界除咗表明咗係一個地球或者呢個地上嘅世界咧，同時亦都指出世界裏邊嘅不信。我曾經同一啲嘅宣教嘅同工啦、前線同工去傾談啦。其實宣教士每日都要面對世界嘅現實因為佢哋出去傳福音，呢啲未信人嘅冷漠，甚或有啲連教會嘅弟兄姊妹都會批評佢哋嘅宣教工作。呢啲就係從世界而嚟嘅壓力。批評係好容易，但係同工們宣教嘅同工們就係不斷去承受呢啲額外嘅侍奉壓力。所以點解耶穌要特別為呢啲嘅門徒婦女祈禱咧？因為佢哋將要面對羅馬帝國對基督徒嘅壓力。我哋如果睇《使徒行傳》嘅故事，有基督徒被坐監、被打、被辱罵，耶穌就係為佢哋祈求，要增加佢哋嘅信心。最後我就想講第10節至11節，佢話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並且我因他們得了榮耀。從今以後，我不在世界，他們卻在世界。我往你那裏去。最尾啦，聖父啊，求你因你所賜給我嘅名保守他們，叫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一樣。我就想講呢一個嘅合而為一。呢度亦都係幾難去理解嘅，因為每當教會提及合一嘅時候咧，我哋多數就會諗起，教會嘅禮儀要合一啊嘛，即係我哋要統一我哋嘅做法啦。例如聖公會，我哋一齊都會用呢個公禱書啦。但其實公禱書嘅中文翻譯都有唔同嘅版本啦，香港、台灣、美國華人嘅。此外，
教會嘅合一咧，有時講話我哋會唔會唱我哋歌嘅一樣啦？或者有時會教會合一喺一啲嘅教會議題上邊產生咗分歧，唔同嘅人有唔同嘅睇法。如果再加上唔同嘅文化、唔同嘅國家有唔同嘅期望，最直接啦，華人教會嘅文化同西人教會嘅文化已經係有唔同。西人就注重於個人信仰啊，如果係華人或者韓國教會咧，就會強調團體價值。咁究竟耶穌呢度所講嘅合而為一係咩意思咧？第一，呢度所講嘅合一，前提係耶穌與天父原為一。凡是我嘅都是你嘅，你嘅也是我嘅，我因他們有了榮耀。呢度就講主與天父，天父又係主，呢度講緊係耶穌與天父嘅關係係一。當耶穌升天離去，亦都希望教會有住一份像佢與天父合一嘅關係，係啦。所以呢度提及嘅合一係喺屬靈嘅層面上邊，唔係唱咩詩歌啊、禮儀本啊，而係基督徒與教會信徒之間所認信嘅同一信仰，都係認識主，都係認識天父差耶穌。而呢度亦都翻翻去我哋嘅第一點，乜嘢係永生啊？永生就係認識神。所以合一唔係講緊統一，反而係唔同嘅文化、唔同嘅民族、唔同嘅語言都能夠認識耶穌，能夠明白福音。呢個係耶穌臨別祈禱嘅重點。最後耶穌之所以祈禱，係因為我哋仍然在地上，在世界，世界係軟弱嘅，亦都好容易因為世上嘅事情而忘記了主。因為世界裏邊有罪惡、有惡者、有人性，呢啲都係唔願意聽神嘅道。情況就好似我哋未信主之前嘅情況。而家世界仍然提供大量嘅娛樂。24小時嘅娛樂，世界不斷去吸引人去消費，因為要消費又要錢，如此你又要賺多啲錢，消費再高級，就成為上等人、有錢人去一啲高消費場所，或者會講提早退休、財務自由，呢個就成為咗世界裏邊世人嘅享樂主義嘅高峰。但係人對於信仰、對於聖經冇興趣啦。耶穌祈禱係求天父賜永生，賜合而為一嘅心。喺度我哋見到耶穌早早為門徒做好心理準備，因為耶穌佢又要被世界捉拿，被釘十字架，由世界而嚟嘅審判，由世界而嚟嘅壓力。同時咁樣都會令到門徒去懷疑自己嘅信仰，甚至懷疑人生。所以作為耶穌嘅門徒，我哋係屬於天父，我哋活在世間，卻不屬於世界。主嘅門徒係屬於耶穌，亦都屬於神。我們是肢子，係主嘅肢體。我哋唔被世界所控制，我哋乃係順從主耶穌。願主幫助我們不再被世界控制同埋影響，而係用真理改變生命，叫我哋嘅信仰生命能夠常常與主耶穌所連結，並且由天父而嚟嘅平安與救恩。求主賜福俾我哋。阿門。